大家好，我係 Mandy 啊。想喺珠海呢個片區揾到獨棟別墅，帶埋正裝修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今日呢一套單位一定要睇一睇啦。咁而家嘅話咧，我哋係位於珠海嘅一個唐家灣片區，亦都係我哋嘅高新區嚟嘅。咁而家嘅話咧，呢一個位置嘅話就係我哋嘅高爾夫山莊嘅 D 區啦。今日睇緊嘅呢一套獨棟別墅嘅話咧，單佢嘅佔地面積嘅話咧，就已經係可以達到1044個平方，建築面積嘅話咧240.88個平方。目前嘅售價咧係1950萬嘅，而且嘅話咧，成套單位室內嘅一個裝修保養方面相當之唔錯。目前亦都係業主自住當中，花園嘅話咧就已經係帶咗一個私家嘅一個泳池噶啦。咁跟住落嚟咧，大家跟住 Mandy 嘅鏡頭咧，我哋先嚟感受下佢大致上嘅一個花園嘅佈局嚇。咁首先嘅話咧，而呢住個方向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入戶大門嚟嘅。入嚟之後嘅話咧，側邊呢一邊嘅話咧就係停車位嘅空間。喺呢一個位置嘅話咧，你停翻個10台8台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一步攬嘅話咧，即係一腳咁樣嘅一個高度嘅話咧，就可以嚟到咗我哋泳池呢一邊嘅一個區域啦。成個後花園當中嘅話咧，保留咗小部分嘅一個綠草坪咧，係俾到大家。同時嘅話咧，亦都係沿住河邊而建㗎，所以咧你可以見到嘅話咧，佢係綠植加護欄，再加我哋嘅一個河面，再向前邊望翻出去，完全都係綠油油嘅一片嚇。所以咧，成套單位嘅話咧，佢嘅居住舒適度嘅話咧，亦都係相當之高。所以如果有預算充足，又覺得呢一套單位相對較為適合嘅朋友，歡迎大家直接過嚟感受現場嚇。OK， 好，咁睇完咗我哋大致上面嘅一個花園情況之後嘅話咧，再同大家一齊嚟分享下佢室內嘅一個裝修佈局啦。而家嘅話咧，再帶大家一齊感受下佢室內嘅一個裝修部分呵。咁成套單位入門就係一個雙開嘅大門，再入翻嚟側邊呢一邊係完全通透嘅一個玻璃嘅面嚟㗎。咁直入你可以見到嘅話，就係一個玄關嘅空間。由玄關呢一邊咧轉翻過嚟，其實我哋就直接咧係可以好通透性咁樣去睇到我哋全屋嘅一個樣貌嘅。咁佢嘅客廳當中嘅話咧，其實佢係屬於一個橫廳咁樣嘅一個設計嚇，所以咧梳化各方面嘅話咧，包括佢整體嘅一個戶型嘅擺放嘅話，亦都係相當之大氣嘅。目前業主係自住當中嚇，所以咧室內嘅一個保養方面，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好噶。咁呢一個區域嘅話咧，大家就可以任由自己去到發揮啦。後邊嘅話咧，可以作為一個酒櫃啦，咁呢邊可以做個吧台，亦都可以將呢一個區域咧進行一個休閒區域，都係完全 OK 嘅。咁呢一個戶型單位嘅設計嘅話咧，其實佢嘅一個區域劃分嘅話咧，就相當之明顯啦。咁我哋由客廳呢一邊咧過到嚟，就會見到我哋上嘅一個樓梯位，同時嘅話咧係有一個過道穿插過嚟，呢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廚房同埋我哋餐廳嘅位置啦。咁廚房嘅話咧就係喺我而家嘅一個左手邊呢邊，採用緊嘅話咧係一個 U 型咁樣嘅一個設計，然之後咧室內仲會帶多一個雜物間或者係保姆間咁樣嘅形式。直接嘅話咧推窗亦都係可以望到我哋嘅小區園林當中自己嘅一個花園咁樣嘅景觀視野嚇。咁再過到呢邊嘅話咧，咁佢就會有早餐食早餐簡單少少嘅一個細嘅地方啊，亦都有更加大少少另外一個廳嘅地方。咁喺呢度嘅話咧，你擺翻3圍台左右咁上下嘅話咧，都係完全 OK 嘅。而且嘅話咧，佢採用緊嘅係有兩邊門咁樣嘅形式，亦即係話咧，你可以穿插同埋自由去到進入嘅。咁目前咧，因為廚房當中嘅設計嘅話咧，業主開嘅係大門嚇，而且係完全拆除嘅情況底下，雪櫃咧就擺咗喺我哋嘅呢一個簡餐嘅一個周邊呢度。OK，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我哋就可以感受到我哋公共嘅一個洗手間位置，亦即係喺我嘅右手邊。而且咧，成個公共洗手間嘅話咧，亦都係直接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嚇。佢嘅空間上面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大嘅。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就有我哋嘅休息區域啦。咁我哋先嚟睇下呢一邊嘅第一個位置啦。咁呢一間房嘅話咧，一入到嚟之後，首先佢會有一個轉角嘅一個 L 字形位置作為衣櫃啦，同埋我哋嘅書櫃。再進入嘅話咧，就嚟到我哋商場嘅一個休息區域啦。咁成個休息區域當中嘅話咧，其實咧佢亦都係面向翻我哋嘅小區園林嚇，所以佢嘅一個景觀啊，包括佢一個光線程度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唔錯嘅。咁再過到嚟呢邊嘅話咧，就仲有另外一間房嚇，因為業主自住嘅，所以咧有啲地方就唔係咁方便去到拍攝啦。好，咁睇完咗我哋整體咧成個一樓之中嘅佈局之後咧，而家再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佢2樓。
嗱，而家嘅話咧嚟到咗2樓嘅休息區域，咁我哋由最邊位呢邊咧開始，帶大家一齊嚟感受下啦。咁我哋沿住樓梯呢邊行翻過嚟啦，喺轉角嘅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一個套房。咁呢個套房入嚟之後嘅話咧，側邊呢一邊就屬於一個獨立嘅一個衣帽間位置，然之後再進入嘅話咧，就會去到我哋嘅一個洗手間位，亦都係已經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咁樣嘅一個設計空間噶啦。咁同時嘅話咧，再由呢一邊進入嘅話咧，嗱，成個呢一間房嘅話咧，其實佢最舒服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打橫嘅呢個尺寸度係做得非常之好啊！咁你擺放咗電視之後嘅話咧，佢嘅尺寸度係完全可以容納得到噶，而且咧有2個明窗，由呢一邊嘅一個明窗望翻過去嘅話咧，你仲可以見到有河面嘅呢一種感覺噶喎，亦即係話咧佢嘅視野景觀嘅話咧，喺呢一個樓盤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全部都係一個純獨棟嘅一個別墅，大家嘅一個花園褪翻嚟嘅一個位置咧都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佢喺樓間距同埋佢嘅景觀視野上邊嚟講嘅話咧，亦都係有佢嘅一個特別之處嘅。OK，咁睇完咗我哋嘅第一個套間之後嘅話咧，再嚟睇佢嘅第2個套間。咁第2個套間嘅話咧，就沿住呢邊翻樓梯呢一邊嘅方向行下。咁呢一間房嘅話咧，佢亦都係做咗一個套間嘅一個形式，但係咧佢入嚟之後嘅話咧，側邊就係一排嘅一個衣櫃咁樣去連接過去，再加我哋嘅梳妝台。沿住我哋嘅一個明窗方面嘅話咧，係可以直接睇到我哋自己私家嘅一個泳池空間。同時嘅話咧，佢休息區域嘅一個闊度嘅話，亦都係十分之充足嘅喎。咁再由休息區域呢一邊咧向入邊褪嘅話咧，就會嚟到咗我哋 L 字形嘅一個衣帽間咯，以及我哋嘅一個洗手間位嘅。嗱，咁其實整體嚟講嘅話咧，佢嘅一個戶型嘅設計同埋室內嘅一個空間佈局嚟講，喺呢一套別墅當中，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噶。好，咁睇完咗我哋嘅第2個套間之後，再睇下我哋另外一間房啦。咁呢一間房嘅話咧，佢就係由樓梯上嚟之後嘅第1間，咁佢就可以作為小朋友嘅一個房間，同時嘅話亦都係會有2面嘅一個明窗位置，空間尺寸度咧就稍為比較一般，但係咧佢嘅呢一個長度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唔錯嘅。咁基本上咧床啦、床頭櫃啦、衣櫃啦呢啲擺放落去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最特別嘅係乜嘢咧？就係嗱，成個2樓呢一邊嘅話咧，其實如果你話主打景觀嚟講嘅話咧，你睇下業主目前嘅一個擺放位置真係十分之用心嚇，咁就咁樣延伸推出去，哇！你睇下樓與樓之間嘅一個間距係咪十分之正咧？OK， 好，咁睇完咗我哋呢一個公區之後咧，再過嚟呢邊，我哋係可以嚟到我哋嘅一個天台，叫做我哋陽台露台咁樣嘅一個部分嘅。咁呢一個位置咧唔算十分之大嚇，但係業主咧係種咗一啲植物啦，係咁樣去圍起佢，做翻出嚟營造嘅一個感覺嘅話，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再加上咧佢綠色嘅呢一個瓷磚花嚇，亦都係俾咗一種好陽光嘅感覺嚇。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就有一個書房咁樣嘅一個空間俾到你，亦即係話咧，你每日喺呢一度辦公，或者將呢一度咧設計成一間音響房，去享受下呢一種由音樂帶俾你嘅呢一種心情嘅愉悅同埋放鬆嘅話咧，真係相當之難得嚇。所以如果咧有興趣呢一種別墅單位嘅朋友咧，歡迎大家留低內容或者直接致電預約 Mandy 過嚟睇演唱啦。未關注朋友嘅關注同撳旁邊嘅小鬧鐘，咁我先可以及時接收到我哋嘅最新消息。下期再見，拜拜。